今天的单词是食，第六声调，食，汉字是这个。它第一个用法呢，跟普通话是一样的，就表示进食，把东西放到嘴里，经过食道，最後到胃裡面去。阿姐食飯，攞支啤酒嚟。老公啊，瞓唔着，有咩搞啊？食粒安眠藥你就唔會胡思亂想噶啦。第二個呢是表示吸食，是通過鼻子，把香煙啊等吸到那個呼吸道，就到肺裡面去。喂，還食煙？幾時食得到大啊？抌上去！即係99%嘅純海洛因鹼，差人啦係叫四仔，我哋就叫美金，就咁食啦，真係會食死人噶。前面兩個詞呢都是物理上的、生理上的，那麼它可以引申到抽象的詞。生理上時呢，它最終的目的是要把它消化掉，然後抽象時也是引申到對資源啊或者外來事物的一種消耗、消化。老爺啊，睇怕你份糧都唔夠佢食啊！總之你心雞我硬食你啫嘛，辛苦。那引申到社會層面呢，它就可以表示為生計，通過什麼謀生。你咁鬼污穢啊，咁唔係辦法嚟噶喎。以前就食老公噶，咩都賴下閒啫，家食自己噶啦。先生，既然大家都係扮嘅，咁即係大家都係食腦噶啦。我就食腦嘅，你就扮狗嘅，大家分清楚條界先好。那謀生第一步呢，肯定就是要獲取自己的利益，所以食又可以引申為獲取利益。我蒸佢一條石斑啊，閒閒地賺佢1000幾百啊！我仲加埋火鍋，我齋買料，啲客自己淥，我食水幾深啊？係咪好計先？就嗰晚呢兩個去啲蝦，當鬆張俾佢食咯，估唔到個衰人啊！唔單止食啊，仲拍低成個過程。獲取利益的過程中，肯定就會有爭鬥。在鬥爭過程中，尤其是競賽類的，比如說遊戲類的，食又可以引申為吃掉、消滅。呢隻啱你瞓啊，黑箱食非攻在張，你飛攻我就直攻咯。最後呢，它可以做名詞使用，就引申為跟吃有關的文化，也可以引申為生計。唔係啦，你都唔識食嘅，講飲講食，梗係農科只係專家啦嘛，係嘛？係，你咁都信啊？大佬咪話咗咯，揸槍揾唔到食㗎。佢又黐唔晒嘅，搞到個咁嘅迷你骨灰鵪鶉，又居然揾到食。